跟住後面放一個。成績雖然男子方做完後，第一名郭卓明成績10.53米，第二名楊奕任成績9.6米，第三名張浩良成績8.31米。男子先做完球，第一名杜建祥成績9.41米。呢邊取得獎嘅係同埋對方嘅文件前來領獎處領獎。跟住抽咩條